KTV 这场的大火造成严重的死伤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求消防局3天内做出一支宣导的底片。民众若到 KTV 唱歌进前，要先看这个自救的影片。这个影片今仔日出炉了，消防局特别找一个漂泊的消防员来做主角，希望能提悬到大家看影片的意愿。 一群人伫 KTV 唱歌，这时警铃声响起来，就伫大家开始紧张的时，他说：“我在，请保持冷静，不要惊慌。”这是高雄市消防局带出炉的宣导底片，伫 KTV 拄着火灾，要安怎逃生？千万不要搭乘电梯，袂使坐电梯，要马上关门、关空调，阻止乌烟进入包厢。记住，火灾最可怕的不是火，而是烟。 要唱进前，大家先注意逃生动线。试着推看看，确认门是否上锁，以及安全梯间有无堆放杂物。因为台北千过 KTV 大火造成严重死伤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求消防局3天来制作出一支宣导底片，消防局马上制作。走一个比较有年轻活力，比较有朝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比较能够符合民众在这个影片呈现上的一个形象。 宣导底片特别找来帅哥消防队员担任主角。这其实，在有一些台词上，大概 NG 了大概10几次，所以其实也有感觉到演员跟消防员的不同。这个底片会出现在高雄市的 KTV， 消防局呼吁唱歌进前一定要看完影片，才会当伫意外发生的时冷静自救。想当 K 歌之王，先懂保命之道。